我叫邱一鸣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。NPC 不断出现，却又离奇死亡。我们轻松过关，但这种轻松的背后，总觉得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。你快放开我姐！等一下，先别动，这个 pose 我从来没试过。开拍！原来不会武功。哇，这正好，到时候一发朋友圈，大家肯定以为我拍了什么年度大戏。兄台，请问一下，你知道太子妃在哪里吗？什么？这正好，这群人居然在找太子妃？难道是二王爷那边的人？这位兄台，有什么不要憋在心里，直接说出来就好了。我们找方丫。方丫？这又是谁？是太子妃的亲信？不是啦，不是方丫啦。他们是在和我开玩笑吗？还是玩的什么《孙子兵法》里的战术？聋子吧，大哥，太子妃在哪里呀？还在追问太子妃？看来我不动手不行了。这又不是英语，有啥好想的？喂，听到了吗？就是太子妃啊，房姬啊，房姬。大胆，居然敢直呼太子妃的名字！是何日子？劳驾二王爷亲自来我殿中。听说昨夜皇嫂亲信柳先生暴毙家中，我特来关心一下皇嫂是否安好。有劳二王爷费心了。朝中大事繁忙，柳先生过劳，突生疾病，逝于家中。朝廷痛失良臣，本宫也深感痛心。唉，想来也是劳累。除了关心朝中大事，还得听命皇兄皇嫂。二王爷慎言。林雾，这里轮到你插嘴吗？二王爷切勿生气，是我管教不严。这宫里的事，我自然会多加看管，但这外人的事，我也不会多插手。二王爷，您看是这个理吗？话是不错，想我们亲如一家的关系，哪能不互相照顾呢？这阵仗难有照顾体恤之意吧？哼，皇嫂过虑了。这宫中，像柳先生这样愿意誓死保护皇嫂的志士，一定也不少。所以小王我特意从东瀛国请来10个武士，别看他们其貌不扬，但个个都是才艺精湛，有他们护卫，小王才不怕镇不住场子。才艺？难不成这10只怪物还会琴瑟和鸣啊？莲雾，不得无礼。二
王爷的排场，本宫已经见识到了，甚是心慌。既然二王爷的目的已经达到，那就早回吧。哼，这么嚣张跋扈，还是劝你识局。有些话该说的还是要说，有些东西该拿的还是要拿出来，日后才能得安生啊。您若不来，我便安生。那就待本王改日再来。走。哎，你们有不等我？果然是有神秘武器，我要提高警惕。哎，你为什么只追我啊？哎！哎呀，等等，我累了，休战5分钟。5分钟是什么意思？是暗号吗？还是什么武器？哎，不是说好5分钟啊？你这不守信用啊！你看，现在开始计时啊！这是何意味？这一定是暗器。哎，喂，你干嘛用剑挑掉我的手表啊？啊，对了，好像古代没有分秒的概念，那就再停久一点，15分钟吧。哎，我的意思是我们停战1刻 ，OK？ 让我仔细想下对策。停战？莫非他在等领导？哎，你不要再演内心戏了，你都可以做影帝了。不过这么一板一眼的，好像应该比较好骗。那就让我使出最后一招。哎，房基，你来啦！啊！好一招声东击西之计，厉害呀！有刺客！啊 ！Oh my god！ 又来！大胆！阴安殿乃太子妃娘娘的寝宫，岂是你们几个莽士想来就来的？还一天来2次，你们不累吗？给我搜！东瀛武士今日2次来访，要是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就算是二王爷的部下，也难逃其责。太子妃娘娘，打扰了，找到刺客，自会离开。撤！快走快走！你们当这里是青楼啊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岂有此理！那个二王爷真是目中无人呢。出来吧。这个就是太子妃啊！不行啊，不行啊！不能停啊！我们在逃命啊！我扛着你跑啊！哎，谢谢啊！你看后面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歇会儿，
都这种环境了，你还能自拍？不然呢？别人是充电2分钟，通话2小时，我是充电2小时，也没有人和我聊2分钟呀，那我只能自娱自乐了。你们女人的世界我真不懂。来来来，拍一张。嘿，嘿。三根哥，我刚刚听到了什么？这里是太子妃的宫殿银安殿，所以说我就这猝不及然的找到了太子妃了吗？哟，长得还不错啊，哈，怪不得能当上太子妃呢。看来这游戏是升级了。大胆刁民，见了太子妃还不赶紧跪下！敢问姑娘是房姬吗？大胆刁民，太子妃之名岂是你能直呼的？信不信我拉你出去斩了？哎，既然要斩我，干嘛刚才要救我？本宫这殿里，来者不善的人多了去了。但既然东瀛武士是恶人，他们追赶你，本宫大概猜想，你可能也是像本宫这般的可怜人吧。但是武士是坏人，他们追赶我，可能是我跟他们有仇，也有可能我比他们更坏呢。来人呐！啊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像你这样心地善良的人，应该提高警惕。这个社会坏人太多了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会被那班武士追杀？我在路上跑，他们一看见我就以为我是刺客。你为何要在路上跑？因为我被人追杀。哦，想追杀你还不止一拨人。来人呐！啊，不是，这又是个误会。我本来是在路上找人，然后就发生了一点小误会。所以你原本要去找谁呢？我操！我都还没哭，这货居然先哭起来了。宝宝别哭，这表情包真的不适合你这一身的肌肉，你的心情我懂。你懂？你居然懂我？那你说说看，我刚才在想什么？我猜你一定在想，你怎么知道我出生在贫苦家庭，从小没读书，没文化，没智慧，所以我一定要依赖一身的力气，加入兄弟组织。可是没想到，没交到一个朋友，连以前的朋友都不理我了。我也想好好做人，所以我安安分分借钱去开了个水果档，可是没想到每天还要躲着那些追债的，
就连旁边的水果摊大妈都欺负我，天天来捏我的水果，捏坏了又不买。所以，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游戏，我一定要拿到1000万。对，三哥哥，从接到游戏里开始，我就知道你绝对是个好人。我们要告诉那些看扁我们的人，我们是强大的。对，妹子，真是句句戳中我的心啊！对，三哥哥，既然我们同病相怜，不如我们结盟吧。拿到奖金之后，平分。好，妹子，以后你的事，哥罩着你。所以，你原本要去找谁呢？找太。你尽管说，本宫可以让下人去帮你打听打听。这太子妃的角色设定是个大好人呐，刚刚才救了我，现在居然还要帮我找人，难道说她是一个傻白甜？本宫并不傻，正所谓相由心生。你的样子看起来也不像什么穷凶极恶之人。这是读出我内心戏的意思吗？不可能啊！看来这太子妃并非等闲之辈，我还是先走为妙，从长计议好了。姑娘，不，娘娘，在下想找太多人了。俗话说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在下还是先告辞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大胆！今天是怎么回事？我们银安殿什么时候变成青楼了？个个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！莲雾，既然侠士去意已决，那么本宫就让你走，也就不勉强留之。娘娘，在下有事想请教一下。请说。恩将仇报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正所谓，有恩于我不可忘。为人处事，切记要懂得感恩。无论是还施于施恩者，还是把这种感恩还施于他人，都会使世间变得更加美好。反之，如果拿仇恨回报给所受的恩惠，那岂不落得忘恩负义之名，天理难容。我的天哪！看来这太子妃真不是一般的大好人呐！我怎么就没遇到过这种女人呢？不对，正元宝啊，正元宝，你这辈子就坏在对女人心软上了。他们稍微说点啥软耳根子的，你就没辙了。不行，你要狠心，不能听信这太子妃一字一句。别忘了思聪说他是个大坏蛋，他肯定就是用这一套来迷惑人心的。不能等了，就现在吧！现在就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对，就这样。滴血模式！啊！我就知道你这刁民并非好人，你这忘恩负义之徒！我刚才就说了，我会恩将仇报啊！说了就要做吗？你咋不出尔反尔呢？我就是言而有信，一言九鼎。表里如一，言行一致，真是厚颜无耻！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！他妈的，你闭嘴吧！讲话老是一惊一乍的，你都喊了800遍来人了，哪有人来过啊？好了，知道侠士您诚实了。那你还不快点放了姬妃？臣妾做不到啊！侠士。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本宫的命无足轻重，您大可以拿去，只不过不是现在。难道你还要我挑日子翻黄历吗？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？只是本宫仍有使命未了。你那么忙啊？我夫君乃当今太子，如今正困在幽兰谷，殿下离开之前，嘱咐本宫要保管好他的刘龙玺。
以助他日登基大业。待到殿下回朝复位，本宫定任由处置，毫无怨言。娘娘，别害怕，有我呢。真爱呀！没想到如今还有这样的贤内助、真女子，这才是真爱呀！为了夫君的事业，为了百姓的未来，舍己为人呐！这真是真的真爱呀！如果连这世间濒临绝种的真爱还要杀，郑元宝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还是个人吗？好吧，今天就饶你一命，你走吧。你有病啊！这是银安殿，你滚！那我走了，告辞了。以后还敢来，信不信我打断你双腿？你话怎么这么多啊？侠士离开之前，本宫还有2件要事相问。问我？霍将军，是你杀的吧？这个嘛，严格来说不是。严格来说，不是。好吧，是我的小伙伴杀的。什么？你这刁民还有同党？你再逼逼。那究竟是什么情况？当时是这样的。等待是最长的陪伴，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，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互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